成知識，大家好啥？今日要來甲各位講解大家學易經，兒童學易經佇台灣各縣市推廣嘅情形。咱若真正感應到十方，甲咱布施這本冊，這本兒童學易經這本書咧，恁會愛心，恁會布施咧，咱送到佇每個學生嘅手中。咱啊真濟校長、教育界嘅支持，但是咧，這個問題咧，咱今日愛甲各位，各位了解到易經、兒童學易經嘅重要性。咱嘅智慧嘅泉源，乾地利盡順坎艮坤。咱對細漢啊，就來培養這個教育。那安尼是啊，互囡仔嘅基礎、智慧嘅基礎開發出來。咱學其他國科是正常學，這是來輔助到各位咱每個囡仔嘅內心嘅智慧嘅泉源。咱智慧嘅文化已經6、7千年啊，所以咱今日咧要來推動大家學易經嘅過程咧，歡迎咧各位咱來聽欣賞，咱來了解。為願大家共同來學易經以後，我相信。咱社會家家戶戶會更加充滿着和諧甲歡喜快樂。接下来继续的是八卦的自然现象，乾為天，乾為天，兑為澤，兑為澤，離為火，離為火，震為雷，震為雷，巽為風，巽為風，坎為水，坎為水，艮為山，艮為山，坤為地，坤為地。这个是八卦的自然现象，那现在你们自己念一遍。
觉得《易经》里面有很多的，不只是人生的大道理，还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在。那我们觉得说，小时候孩子给他们培养背诵的能力，其实是对他们来讲，将来长大是非常有用的。是生两
小朋友，现在和我们一起念乾宫八卦。乾为乾，天风动，天山遁，天地平，风地缓，山地左，火地静，火天大有。对宫八卦。兑为泽，泽水困，泽地退，泽三乾，水三减，地三天，雷三小过，雷泽归内。离宫八卦。正宫八卦。巽宫八卦。坎宫八卦。艮宫八卦。坤宫八卦。
习一次哦。